正咧明白聖經。好，最後一段啊，41節。耶穌對銀庫坐着，看眾人怎樣投錢入庫。有好些財主往裏面投了若干的錢，有一個窮寡婦來往裏面投了2個小錢，就是一個大錢。耶穌叫門徒來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窮寡婦投入庫裏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，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餘，拿出來投在裏頭，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。呢段就非常之明顯啦。我哋嘅心田要成為栽種天國嘅好土，要勝過金錢嘅思慮，要將神放喺第一位。所以呢個寡婦所擺上嘅比眾人喺神眼中、喺耶穌眼中更加多，因為佢勝過金錢。金錢唔係佢心中第一位最重要嘅，天國先至係。求主幫助我哋，讓我哋咧嘅心田咧都喺呢個故事嘅當中咧，6個故事嘅當中咧，被神咧